靠上你引我前行，你是信念
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简单报告到这。当然，咱一定要用感恩的心，感谢上天慈悲，感谢咱的家人陪伴我，感谢道场栽培我、成全我，给我这个机会。所以咱一般拢爱以上界感恩的心来感谢。所以啊，每一个讲师就来一定要感谢天伦师爷。所以在咱的身躯边就遮，不管是好的一言、歹的一言，咱嘛拢爱存着感恩的心。若伫顺境当中感谢伊，会当活遮尔顺利；袂无顺利的当中感谢伊，会当互我有成就。因为一届考验，你的成就就有一分的成就。所以咱一定拢爱抱着感恩的心。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无要耽误大家时间。最后呢，搁第二日吧，咱来赶紧甲咱无救到的亲朋戚友，赶紧甲带来救到。因为咱毋知影甲拄仔讲，伫无常当中，啥物要找着咱拢毋知影。咱若无趁即个机会甲救落来，咱毋当有一个遗憾在身。当这是我要来甲渡伊，无甲渡，即马要渡就无机会啊。我们不要有一个遗憾在身，所以咱在尽咱的责任，甲咱有熟悉的亲朋戚友，甲写起来。伊是上甲有福报的，会当互你写着名。你爱家电，你家事。赶紧来助伊来求道、修道、学道，对人生真正的价值较显露会出来。最后呢，祝咱大家身体健康，福福福建，一切顺心，感恩。谢谢的慈悲，请到举躬，闻道举躬。一般心意力和爱想单位，请为班翻原册，下午一堂，请三鞠躬礼，请到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谢谢的慈悲鞠躬，谢谢的慈悲鞠躬，闻道一鞠躬。